Hello，各位網友，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秦祥林。喺我未講之前，歡迎大家嚟到噏下講下嘅頻道。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哇！我哋眼前呢都記憶喺嗰啲舊嘅電影之中啊，有一位英俊小生，呢位呢就係秦祥林啊。當年呢應該係會唔會係70年代至80年代嘅時候，喺台灣有著名嘅雙林同埋雙秦呢，著名嘅影星啊。雙秦就係兩個姓秦嘅小生，秦祥林同埋秦漢，而林咧就係林鳳嬌同林青霞。咁咧就我哋睇一睇啲圖片先。我哋圖中見到啊，話滿頭白髮嘅呢個就係秦祥林啦。雖然秦祥林咧而家已經年老吓，但係咧仲可以見到佢嘅身形啊，好魁梧啊吓，外形係非常之俊朗嘅都係。咁啊，秦祥林啦，都不時與嗰啲圈中嘅好友咧，大家有見面嘅。所以最近秦祥林咧同圈中嘅朋友咧聚會嘅時間咧，呢啲相咧我哋就可以見到秦祥林嘅近況。或者我哋睇睇啲相，然之後我哋講下秦祥林。話當年嘅秦祥林啊，真係輪廓分明，即係喺電影中啊少有嘅英俊小生，而且好有魅力啊！咁秦祥林廣東話嘅粵語片嘅，亦都拍過好多國語片啦。咁我哋仲記得佢同蕭芳芳曾經結過婚嘅吓。咁當時嘅圈中好友啊，大家都同蕭芳芳同埋秦祥林都係大家都好熟悉啊，有一個好良好嘅關係啊，咁樣。咁當年嘅蕭芳芳同秦祥林結婚啊，真係簡直係轟動影壇。咁我哋而家仍然可以查翻啲舊相睇見，哇！你哋兩個當時一個係俊朗嘅男士，一個係美貌有才華嘅蕭芳芳吓。咁講開秦祥林咧，我哋會想起同佢捲入有愛情關係嘅有一個林青霞啦，而講林青霞咧又會講到秦漢喎。嗱，當年我哋見到秦祥林咧同阿林青霞係大家曾經訂過婚添嘅。咁其後林青霞又同秦漢似乎喺埋一齊啦。咁喺電影中佢哋兩個話秦漢同林青霞好似係分割唔開咁，永遠都係男主角女主角啊，都係我哋夢寐以求嘅，覺得呢個最完美嘅男女主角。而其實秦漢初期拍嘅電影係同阿林鳳嬌拍嘅，大家都記得佢嘅《汪洋中的一條船》吓。咁亦都會記得秦漢同林青霞拍嘅電影好多瓊瑤嘅電影而秦祥林咧亦都拍好多瓊瑤嘅電影吓。咁呢度我哋睇見咧就係秦漢同埋林青霞，佢喺幕前幕後佢哋都係愛侶啊。咁我哋當然記得年輕嘅林青霞初出道嘅窗外幾吸引啊！一個年輕貌美，一個咁純潔嘅女主角啊！咁相信喺影壇之中好多人真係想追林青霞。咁當然包括就係秦祥林啊。咁現在嘅秦祥林就係咁嘅，而秦漢就係咁嘅。不過秦漢係染咗頭髮啫，只不過。但係我哋相對睇翻咧，林青霞仍然係咁靚吓。雖然嫁咗俾營理員富商但係不時聽到佢嘅似乎係分辨等等嘅婚姻嘅狀態係變動咁，但係亦都未經證實嘅。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咧，大美人林青霞咧始終只係一個大美人，而秦祥林咧雖然年紀已經係漸漸係成為老人應該係80歲嘅，應該係咁咧，但係咧佢仍然係有個人嘅魅力。我哋睇翻佢近時嘅電影話男女主角同林青霞拍嘅呢個電影係國語片嘅。咁現實生活中咧，秦祥林咧就同佢嘅太太係曹昌利係結婚嘅。咁曹昌利係
化妝師嚟嘅，喺1988年咧，佢哋兩個結婚啦。咁啊，其後佢哋育有2個兒子嘅。咁咧就係相信而家咧，佢哋住喺呢個洛杉磯啦，美國噶吓。咁啊，移居喺嗰度生活。咁而秦祥林咧都過住一啲好平淡嘅退休生活。咁我哋見到圖中嘅秦祥林咧，都係過住好平靜但係又愉快嘅生活噃。咁啊喺呢個娛樂圈花花世界五彩繽紛嘅娛樂圈，咁咧秦祥林咧都係歸於平淡。我哋見到秦祥林咧有打 golf 過嘅生活咧係好平靜、好愉快個心境啊。咁我哋亦都感覺到秦祥林嗰種嘅內心嘅平靜同埋喜悅。咁我哋又睇睇秦祥林嘅成長係點樣。咁好多人咧都諗住咧，秦祥林係拍好多國語片噶嘛，應該喺台灣出世係咪咧？唔係噃，秦祥林咧本身係香港長大嘅，佢出生於南京。咁秦祥林呢個名好熟噶，咁點解佢又會去到台灣拍好多電影嘅咧？咁原來秦祥林咧就喺南京出生啦，佢就係喺1945年5月出生嘅，其後喺1952年咁咧即係大概7歲到就跟住父母咧由南京咧嚟到香港。咁細細個嗰陣時候，秦祥林係住喺調景嶺生活嘅。咁而且咧似乎秦祥林過嘅童年生活咧都係好艱苦節儉嘅生活嘅。咁我哋可以想象喺1970幾年喺調景嶺應該都未開發咁所以秦祥林佢講咧，佢細個咧係住木屋區嘅，咁咧就生活都好艱難㗎。咁其後秦祥林12歲咧就去台灣嚟求學喎，佢咧就喺復興劇藝實驗學校咧學習呢個評劇。咁佢係第一屆嘅學生，咁咧就係佢初係做武生嘅。咁佢專長嘅樂器咧就係月琴咁佢做咗咧其實有8年嘅跑龍套但係覺得自己表現真係都係麻麻地，唔係咁好所以個人咧就係好自卑嘅。但係大家都估唔到原來呢個8年間嘅跑龍套嘅生活亦都係人生嘅體驗令到秦祥林喺電影中係演出唔同嘅角色咧，都係奠定咗一個基礎。所以拍電影咧，其實喺現實嘅生活之中咧，係吸取好多嘅經驗同埋嘅演技咁樣嘅。1968年秦祥林畢業咗啦，咁咧又嚟到香港，係寂寂無名當時香港咧係有呢個電影公司咧，有國泰電懋咁樣，咁係直至到1973年，咁咧秦祥林咧就去到台灣由當時嘅女主角，著名嘅東南亞嘅女主角甄珍佢嘅提攜之下咧，秦祥林咧主演首部嘅男主角嘅電影就係《心有千千結》，竟然係一夜成名呢部電影賣咗咁所以咧秦祥林咧就以一部嘅電影就已經係成名啦。秦祥林咧就其實拍過唔少嘅電影嘅，有同甄珍合作嘅《一簾幽夢》啦，《婚姻大事》咁，漸漸咧秦祥林咧就越嚟越紅啦。咁我哋咧都記得有《義秦義林》電影圈就非常之著名嘅，就好似我哋講嘅秦漢同秦祥林、林鳳嬌同林青霞。秦祥林咧係喺《雪花片片》咧係獲得第20屆亞洲影展最優秀嘅男主角，即係影帝啦。當時嘅主題咧都係主要咧係拍瓊瑤嘅小說嘅。咁秦祥林咧拍過唔少嘅電影咧，同一啲著名嘅女星嘅。咁咧亦都包括咗甄珍啦、蕭芳芳啦、林青霞啦。咁當時亦都有記得嘅就係有銀色鼠隊其中一個成員嚟嘅秦祥林。
其後秦祥林咧就喺1975年係喺第12屆嘅金馬獎同1977年嘅第14屆嘅金馬獎啊，就憑住長情萬縷同埋人在天涯係得到最佳男主角，即係影帝。咁啊，秦祥林已經係成為影帝又話，又憑住俊朗嘅樣貌啊，同埋健碩嘅身材啊，真係走紅喺影圈啊。咁咧就如果係要講秦祥林，我哋當然要講佢嘅感情生活啦。咁啊，秦祥林咧曾經同蕭芳芳咧係結婚嘅，維持咗3年嘅婚姻，即係意思話係1975年。蕭芳芳就同秦祥林結婚啦，而喺1977年，佢哋已經協議分居噶啦，哇！即係大家相處唔嚟吓。喺1978年，咁啊正式喺香港法律上面咧，佢哋已經分居咧，係辦理咗離婚嘅手續。咁大家就會想到，咁林青霞嘅戀情又點咧？咁就喺同蕭芳芳離婚之後咧，喺1980年9月嘅時候，秦祥林咧同阿林青霞喺美國三藩市係訂婚嘅。但係其後咧，由於阿林青霞一路咧都係同秦漢介入秦漢嘅婚姻嗰度，秦漢又後尾又離咗婚啊。咁啊，林青霞同秦漢之間咧，大家係個感情嘅糾結啊。咁啊，雖然喺1980年9月嗰陣時候，秦祥林啦、林青霞係喺美國嘅三藩市訂咗婚啫，但係1984年，林青霞就提出解除呢個婚約。秦祥林啦，除咗有第一段嘅婚姻咧，同蕭芳芳之外咧，咁秦祥林咧其後係有第2段嘅婚姻嘅。秦祥林咧就喺1988年就同化妝師曹昌利係結婚嘅。咁係有2個仔嘅，兩人育有吓。後嚟成家咧就移民去美國。咁我哋一路覺得就秦祥林係一個好丈夫啦、好爸爸啊咁樣。咁我哋睇下昔日嘅電影吓，一個樣貌咁俊朗嘅男主角，即係講話風度翩翩啊，個輪廓分明。嗱呢個咧就係秦祥林嘅太太啦，曹昌利啦。咁佢哋移居咗喺美國已經多年嘅。咁秦祥林咧亦都係過住退休嘅生活啦，係平淡啊，而歸於平淡咧係離開呢個娛樂圈。不過間中咧，秦祥林咧亦都有同圈中嘅以前拍電影嘅藝人係來往咧，都有個關係都好好嘅，所以咧間中佢哋都有來往嘅。咁雖然咧秦祥林咧應該咧現年係已經係80歲噶啦，但係咧秦祥林咧係選擇歸於平淡，離開娛樂圈，而係到美國係同家人咧係居住過住隱逸嘅生活。咁我哋覺得咧秦祥林咧過嘅生活咧，佢嘅選擇咧係隨住佢自己嘅隨心而係過住美好嘅生活啦。喺現實生活之中，秦祥林咧都係非常之節儉嘅，因為童年咧係捱過啊。咁秦祥林咧係不因為以前捱過，又或者而家可能住喺幾千尺嘅喺美國洛杉磯嘅大屋，佢都係一樣過住平淡嘅生活，而係心中係富有嘅。好啦，我哋今日講嘅係咁多，歡迎大家將你嘅意見寫喺 comment 嗰度。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